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鼎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。杨总您好，这是我们红鼎集团的总裁云总，希望能够占用您一点时间，跟您好好聊聊。啊，原来是云总，久仰久仰。杨总，对您我才是仰慕已久。云总年纪轻轻就贵为红鼎的掌门人，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到汗颜呐。杨总，您过奖了，我们才应该多多向您学习才是。来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云总，你们先聊，那边有几个客户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巨轮集团的副总，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合作的。恭喜你啊！看来你当年不辞而别出国留学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石头，你一直误会我，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。当初离开你，我想最了解情况的应该是你父亲吧？我父亲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，当初我满心欢喜，等着毕业以后嫁给你。可是我等来的，却是你的不辞而别。石头，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一切都晚了。不晚，石头。云总，那边的客户执意让你过去，看。老大，回来了。不过马季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现在是这样，之前的系统漏洞已经做出排查，确定是内部人员干扰系统运行，但是具体操作终究没有查出来，这个必须得到公司内部进一步调查。老大，这是马季整理的技术报表。邓飞，如果要彻底查清楚的话，我建议你安排马基进入红鼎。我也这么想，这倒不难。不过，我们先把今天的安保工作做好再说。这里人多手杂，我担心师彤有危险。危险，老大，危险大嫂没有，他只有很多烂桃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撤吧。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。真的啊？我的妈呀，这都穿的什么呀？不合适吧？服务员，走，再来。石头，不要喝了，你喝多了。你别管我，这谈事儿呢。从没见你喝这么多口，别喝。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是总裁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太喝醉了。走，回家。
哥，你让我继续跟你们聊一会儿。醉了。行，你们的包。哦，谢谢啊。你谁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你是那谁？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鼎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没喝酒。志腾，志腾。没事吧？不要哭了，别闹。你跟我继续回去喝酒。没事吧？我喝酒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需要技术上。能不能行了？回家吧。你别闹。车坏了吧？看来还是要我送云总回去。走了，志腾，先回去。好，好，好。走，喝酒去。慢点。喝酒去。